你嘅 NHS 預約係咪突然間俾人 cancel 咗？定係倫敦地鐵又罷工，搞到你返工遲咗成2個鐘？4月英國國內2大頭痛嘢同時爆發，住院醫生展開連續6日嘅大罷工，加埋 London Tube 司機又連日行動。今日係星期2，英倫時事放大鏡，我會同大家拆解下罷工背後嘅原因，實際影響有幾大，同埋對我哋喺英國生活嘅人有咩實質衝擊。NHS 住院醫生6日大罷工深層剖析。我哋首先睇下第一個重磅議題， NHS 住院醫生嗰6日大罷工，由4月7號朝早7點開始，到4月13號朝早6點59分，呢次係英國醫學會 BMA 發起嘅第15輪工業行動。由2023年3月第一輪到而家，加埋已經令 NHS 損手超過30億鎊。衛生大臣 Streeting 仲好明確咁講，單係呢6日罷工，成本就要成3億鎊。30億鎊係咩概念？根據 NHS 估算，呢筆錢夠俾75,000個護士1年人工，或者買到1000部全新嘅 MRI 掃描機。但係 BMA 住院醫生委員會主席 Jack Fletcher 就強調，佢哋已經盡晒力去避免罷工，問題係政府喺最後一刻先至嚟移位 moving the goalposts。咁究竟班醫生想要啲咩？核心訴求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人工要加翻足，即係要變翻去2008年嗰陣嘅實際購買力水平。根據 BMA 數據，如果計埋 OPI 零售物價指數，住院醫生嘅實際人工比2008年縮水咗21%，就算計翻官方常用嘅 CPI 都跌咗4.7%。政府嗰邊又有乜講法？佢哋話過去3年，醫生已經加咗28.9%人工，係成個 NHS 甚至公務員體系入面加得最多嘅。而最新2026到27年度嘅提議係，根據獨立審議機構 DDRB 建議，基本加薪3.5%，如果計埋薪酬結構改革，平均加幅可以去到4.9%，最低人工嗰班醫生仲可以加到7.1%。不過 BMA 照樣 reject 咗呢個方案，仲要冇攞出嚟俾全體會員投票，搞到衛生大臣都公開話極之失望。對病人有咩實際影響？ NHS England 話罷工期間仲維持到95%嘅預約服務，急症、癌症、生仔呢啲服務都會優先處理，等咗超過62日嘅癌症病人亦會排先。但問題係呢個95%嘅數字係靠其他醫護人員搏住命，超負荷加班先至撐得住。所以而家係點？醫生就話：我哋唔係要你一晚之間攞10億出嚟，而係要一個信得過嘅加薪路線圖。政府就話門就隨時開住，但你停咗罷工先至好講。再睇下張 waiting list 2026年2月最新數據，英格蘭等緊醫嘅 case 有722萬宗，涉及大約611萬人。雖然比起2024年中嗰陣759萬人嘅高峰跌咗啲，但同疫情前457萬人相比，仲係高出咗差唔多60%。而家平均要等13.2個禮拜，疫情前2019年只需要等6.7個禮拜。雖然政府定咗目標，話想喺2029年3月恢復返92%病人喺18個禮拜內睇到醫生嘅標準，聽落好似有進展，但唔好忘記，而家仲有270萬人等緊超過18個禮拜，當中有12.3萬人等咗超過1年。呢啲數字背後係一個個活生生嘅人喺度受緊苦。最誇張嘅係NHS 喺2025年其實做咗1840萬單治療同手術，破咗歷史紀錄，仲多過2024年。但就算做到隻積咁，張名單都係清得勁慢。點解？因為需求真係太大啦。啱啱過咗嘅冬天，A&E 急症室求診人數第一次過900萬人次，救護車出車次數都過咗320萬次。所以呢件事唔係醫生懶或者政府縮數二元對立咁簡單，而係個系統性過載問題，人口老化、疫情首尾、人手唔夠、人工停滯，全部嘢撞埋一齊。我個人嘅睇法係，
醫生要求人工追返2008年嘅水平，呢個要求係合理嘅。但3年15輪罷工，燒咗30億鎊，如果呢筆錢拎去請人、買機，係咪可以幫到更多病人呢？另一方面，政府一邊話傾，一邊又抽起培訓名額嘅錢，呢種邊傾邊罰嘅做法，好難令工會信你有誠意。短期嚟講，兩邊都要讓步。長期嚟講，英國一定要答一個根本問題：我哋究竟想要一個點樣嘅 NHS？ 係繼續用愛與奉獻去壓榨醫護人員，定係願意出返份合理嘅糧去留住人才？倫敦地鐵罷工，全城交通大混亂。講完醫療，我哋睇埋交通。倫敦地鐵 RMT 工會喺4月21到24號發動咗2輪24小時大罷工。今次佢哋每日中午12點開始，去到第二日中午12點，即係21號中午開始，22號晏晝先完，跟住23號中午又嚟過，搞到24號。影響範圍真係幾廣下。Piccadilly Line 同 Circle Line 全線停駛。Central Line 喺 White City 到 Liverpool Street 段斷咗。Metropolitan Line 喺 Baker Street 到 Aldgate 段都係停咗。其他所有 line 雖然話維持服務，但班次減到極疏。雖然有啲好消息 ，Elizabeth Line DLR Overground 同埋巴士多數都正常運作，但呢啲替代交通工具會逼到爆晒。有報道形容，而家返工好似玩緊耐力測試咁，好多人索性轉去踩電動單車，好似 Lime 同 Forest 呢啲 shared bikes 喺罷工期間真係手快有手慢無。咁究竟點解要罷工？表面上係爭取緊4天工作制，但重點係 TfL 個提議係將原本1星期36個鐘分開5日做嘅 schedule 壓縮做4日搞掂，每日返長啲時間，但總工時減到35鐘，仲第一次計埋食飯時間人工。呢個 scheme 係自願性質嘅，你想繼續返5日都得。TfL 仲諗住喺 Bakerloo Line 試行先，但 RMT 工會秘書長 Eddie Dempsey 就唔收貨。佢話 TfL 喺談判入面完全冇讓步。工會最驚每日返工時間長咗，司機會太攰，到時會危及乘客安全。RMT 嘅底線係玩4天工作制得，但總工時要減到32個鐘，而唔係35鐘。就係為咗呢3個鐘，兩邊死都唔肯讓步。最煩嘅係呢啲只係啱啱開始，嚟緊5月19到22號，仲有6月16到19號，都已經排好晒位要罷工。所以如果你住喺倫敦或者附近，未來呢2個月返工返學都要預鬆啲。如果你嗰排有考試，要睇醫生或者有重要 meeting， 真係要小心。俾大家嘅具體建議，出門前一定要 check 睇實 TfL app 或者官網，千祈唔好老定以為某條線實有車。預多1倍時間，尤其係要去機場嗰啲 Heathrow、Gatwick、Stansted 罷工期間去機場真係好棘手，分分鐘搞到送機尾。同老細傾咗先，其實好多倫敦公司都慣晒罷工，只要你提早講聲上 WH 或者彈性返工，多數都有得商量嘅。點樣喺罷工常態化嘅英國生存？將兩件事放埋一齊睇，其實呢2場罷工反映咗英國而家2個好棘手嘅問題：醫療人手唔夠，同埋勞資關係勁緊張。對於住喺英國嘅朋友，我有3個好實用嘅溫馨提示。第一，醫療方面，如果你個預約真係俾人 cancel 咗，千祈唔好坐喺度等醫院揾你。你要主動打去診所或者醫院 check 下自己喺候補名單 waiting list 排到邊。如果係啲唔係生命危險，但又好困擾你生活嘅小毛病，經濟能力許可嘅話，可以考慮下睇私家 private healthcare。不過講真，私家醫生收費幾百至幾千鎊都有，真係唔係人人負擔得起。第二，交通方面，除咗頭先講過要提早出門睇 app 同 WFH 之外，建議你而家就將嚟緊幾輪罷工日期入定落手機 calendar， 5月19到22號同埋6月16到19號，費事到時先至嚟拿受唔成勢。第三，亦係最重要嘅心理建設。英國嘅罷工文化同亞洲好唔同。喺香港，罷工真係好少見，但喺英國，呢個係勞方爭取權益嘅常用手段。
與其每次罷工都火滾或者抱怨，不如將罷工預案變做生活嘅一部分。就好似英國人出門一定唔帶遮咁，但冇帶嗰陣你就大鑊。更深層次嘅影響係錢。NHS 罷工燒咗個30億鎊，地鐵罷工搞到啲人返唔到工嘅生產力損失，呢啲數最終都會以唔同形式轉嫁返落我哋身上，一係加稅，一係加車費，再唔係就係啲服務改善得極慢。所以核心觀點係，短期內政府同工會都要務實啲去傾。醫生嗰邊搞咗15輪罷工，個 message 其實已經傳達咗啦，再硬碰硬落去，個效益只會越嚟越低。而政府嗰邊收返培訓委資金呢種懲罰式手段，只會令大家更加對立。長遠嚟講，培訓人手同人工改革先係真正嘅解決方案。好，又去到今日嘅英國生活冷知識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點解英國好多水龍頭冷水同熱水係分開兩個嘅呢？呢個設計其實係有歷史原因㗎。話說二戰之後，英國重建房屋，為咗慳成本同埋費事細路仔俾熱水燙傷，好多舊屋都係分開兩條管，冷水一條，熱水就由獨立嘅 boiler 鍋爐或者熱水器供應，兩套系統係完全唔會溝埋一齊。雖然而家好多新屋已經改咗做2合1嘅混合式水龍頭 mixer tap， 但係喺好多舊建築入面，依然保留住呢種咁經典嘅設計。下次洗手嗰陣，你係咪都要左手邊洗下，右手邊洗下咁呢？呢啲就係住喺英國獨有嘅小麻煩之一啦。以上就係呢個禮拜英倫時事放大鏡為大家分析嘅2件時事。講真，醫護同交通雙重夾擊，大家喺英國嘅生活確實係多咗好多挑戰。唔知大家最近有冇因為醫生罷工或者地鐵罷工而受影響？最令你頭痛嘅係邊一 part？ 你又覺得政府應該點樣做，先可以快啲解決 NHS 嘅人手問題呢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區 share 下你嘅經歷或者睇法，我哋一齊傾下。如果你鍾意呢類英國時事分析，記住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。我哋每個禮拜2都會準時為大家放大鏡。禮拜3環球重磅頭條，我哋會轉下口味，同大家傾下國際上嘅重要新聞。多謝收看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